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倒打时间，剩无一个月，昨昏总统的候选人拢出来开这个政见发表会。落尾今日早起时，台湾民众党也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伊说讲该当作是咧搬翠花就会使。咱这回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没有啦，其实昨天的辩论会看起来火花是很多了，不过当然也许时间也不够了，所以坦白讲哦，应该不过平常他们也没有在讲什么政见的，所以就是当做一个口水战看一看这样就好。那你给他们打几分？没有老爸，我跟你讲哦，大概我们给台湾人民自己去决定吧，因为网友现在有整理出来那个韩国瑜的10大金句，你有看吗？反正没有啦，我刚哦，其实坦白讲哦，台湾需要的不是发现问题的人，也不是解释问题的人，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所以口号喊再多也没有用。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晨会在讨论什么？你知道？台北市的停车到底要怎么收费？那个，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哦。讲一大堆，你知道吗？但是其实我跟你讲，我昨天我们来双子星签约，你站在北门哦，让往360度绕一圈，你知道吗？有做完的都是台北市政府做的，还没有做完的都是中央政府，你知道吗？不管是铁道博物馆，你还没开幕；邮政博物馆连一个车技，你知道吗？那也拖在那里。那我不晓得为什么，还有后面本来说有一个公办都更案。哦，他们说要自己做，好吧，自己做就自己做，拖到现在也没有下文。112还是我是跟他讲说，算了，铁路局你就委托我来处理。双子线是到昨天哦，卡了1年才做。然后我们后面旁边这个铁路警察也还在那里，要等到灯节完才到明年2月才会拆呢。所以你想想看哦，5年过去了，你知道哈。我们忠孝西路公车站专用道拆掉哈，忠孝小引道拆掉，路线重整，国光客运拆掉，三井仓库迁移。我倒是讲哦，我倒觉得这样的哦，就算我们站在北门这样看过去，台北市政府可以做都做了，但是我不是在怪谁了，因为老实讲，这从我上任到现在5年当中，也有国民党政府、中央政府，也有民进党中央政府，可是一样都很会拖，你知道吗？所以还是那一句话的哦，口号讲一大堆的，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做事的。那不做事，他每天在喊口号有什么用？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说蔡总统在昨天的表现跟以往很不一样，因为他变得非常的有攻击性。没有啦，我一讲哦，还是一样的。这变成刺猬也没有用啊。那这个还是一样的哦。该做的事要做了，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一无是处了，但是就是说。总是没有达到人民的期望。坦白讲，我也觉得这样。你今天是因为反送中，因为香港问题跟韩国瑜实在是准备不够充分哦，才让蔡英文有这个优势。但是在过去1年当中，或是说过去3年半，蔡英文的执政真的台湾人民满意吗？所以我倒觉得这样，我也不想我的态度是这样的啊，你们讲你们的，我们就。还是工作好了。是啊，那你说蔡英文网红收蔡英，你说网红收蔡英文10万，那绿党现在说要提告，说1组人不当选。那这也是很奇怪的。如果要来抗议，也是民进党啊，怎么会是绿党呢？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啊，皇帝不急太监急。他讲到最后说，这还真的是太监。这样你怎么看？现在就是喜乐岛说，2014年的时候，林锦他在选完的时候拿了4张发票跟你请款2200万。有这件事情吗？没有啦，刚才幕僚在跟我讲，我说那个消息一定不太正确的。第一点哦，蔡壁如2014完全没有参与嘛，因为他根本是我们要上任前几天才台大院被我找来，所以2014年所有的选举有关的，不管从账务到选务，蔡壁完全不知道。第二点哦，林锦昌从来没有在管钱的，所以更不可能说林锦昌拿什么账单的，因为他那个人是一个创意总监。他不是实际在做财务的人，在管财务的人，在实际管财务的人有看账单的是姚立明嘛，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哦。反正台湾这个社会在不缺谣言的哦。不过那个就是有时候
人家说谣言要像，好歹也要7分真3分假，但是你不能那个1分真9分假，那个就太，所以那个就是看一看就算了。那有没有觉得现在因为这个是喜乐党爆的料，那有没有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些小党们就是为了要抢这个政党票，所以就是好像有点开始就是这种火花也蛮大的。那请问喜乐党是要打谁？我都搞不清楚。那他打的目的是什么？还是纯粹只是爆个声量？我都不晓得。他主要是要打，因为他们在质疑文总跟蔡总统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文总现在如果帮蔡总统竞选造势，然后又牵扯到你这边，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无辜备受牵连？文总，因为我相信文总在这次选举一定有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这也我也不意外的，但是那就是那样啊，是不是？但是像昨天刚刚讲说1分真9分假，哪1分真是哪1分真？我也不晓得，我跟你讲，那报道我没有全部看的，不过是这样的，有时候那个太多假的就不要看了。像陈菊的举债问题，他昨天首次回应，他说他是被霸凌的角色，而且说重复讲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些都可以 Google 得到。不是啊，我跟你讲哦，这个常是这样的哦。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的也不多，你知道，就是说你能够反省改进是最好，好歹有一个道歉，你知道。从头到尾我就很不喜欢这种态度。你从头到尾，我跟你讲哦。还要再讲一遍吗？你那个债务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是钱是用到哪里去？当时的自偿性还有还债计划是怎么写的？哦，还有现在高雄市1年的利息到底是多少？还有目前这个负债，你知道哦，不管是2400亿还是3000亿，这到底对目前高雄市政的影响是什么？坦白讲，这还是要去面对的问题嘛。所以每次都说选举语言。是这样的，我昨天大概在媒体上有看了一下，他说什么人家不尊重他，我跟你讲，要人家尊重，自己要成为一个可以被尊重的人，这个完全没有反省的态度。你有觉得他被霸凌到了吗？我跟你讲哦，这个外国这个政治上就是这样，他就装成那个样子。问题是你事情没有解决啊。你有觉得现在这个霸凌的定义要重新改写吗？没有啦，这种什么叫霸凌？不是人家讲你就是霸凌，代志在改过的。那你不是讲以前你们在霸凌，在修理别人的时候都算了，不想跟他再讲了。那还是要反省的态度了。像你认同蔡总统说韩国瑜把庶民跟苦民当作选举工具吗？反正那个台湾同胞们。再忍耐个25天吧，25还24天。市长，那你怎么看？再忍耐个24天，再忍耐个24天，所有这些苦难就结束了嘛。市长，那你怎么看那个特征？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没有啦，那有什么好讲的？我看，没有啦，我还是要认真做事啊，还是要面对问题的。还要问他台湾价值。台湾价值，他能够回答早就回答了，他能够回答什么台湾价值？那对，你这都提醒我了。我应该再问他一下，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所以你等一下会问他吗？市长再问一下韩国瑜说特侦组，然后说要查高雄负债3300亿，你就用特侦组来查。不是啊，我跟你讲哦，这个太丢脸了。你当高雄市长，现在财政局长、主计处都在你手下，然后你还要去什么特侦组？你回市政府把那叫在底下的把账户一条一条清出来就知道了。好，谢谢，好，谢谢。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国道3号9路交流道附近昨暗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一架货车敢因为无含头前车离较远咧，弄到头前一架自家用，因为弄一个真正力，引起到自家用内底赛车人，抑个坐咧后壁人拢飞出去车外，其中一个查甫人倒咧涂骹，互后壁一架车交过。这件车祸拢总引起到6台车相撞，2个人不幸无命。详细情形交记者蔡婉如来带来了解。婉如。好几波国道发生连环追撞，车祸现场满地车体碎片，就怕再有拥路人没注意，让事故扩大。现场是紧急用3角锥来示警，严重撞击所有车辆撞成一团。这起车祸更传出当中第一部被撞上的自小客车，车上驾驶乘客被抛出车外，乘客倒地之后还一度被后车碾压。自小客货车由北往南行驶外侧车道，撞击前方一部自小货车。自小货车男驾驶以及女乘客抛出车外，女乘客又遭后方来车2部车碾过。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昨晚，也就是18号深夜的11点左右，地点在国道3号九如交流道附近。警方追查肇事的是一部小货车，疑似没保持安全距离，追撞了76岁陈姓死者开的自小客车。这一撞自小客车疑似失控，擦撞外侧护栏，包含76岁的驾驶和67岁的乘客，双双被抛出车外。当时后方紧接而来的2部车来不及闪避，碾压到女乘客。事后又有2部车追撞上来，当中被抛飞的自小客车驾驶和乘客双双丧命。车祸一共是6车连撞，造成2死。而涉嫌肇事的小货车驾驶事后也被送到医院来抽血检验，要查有没有酒驾。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宛如，同款嘛是咱拄则接收到上新的消息，有警察牵涉到你咧网络卖毒。台北市上山分局你咧网络巡逻时，看到网络的开讲室有人伫咧卖毒，警察随含对方利用通讯软体来联络，双方约伫咧中家病院后壁公寓的楼梯间要来买毒品，结果卖毒的人摕到食毒的家私，也有3包安慰他命的毒品。警察随甲伊讲伊是警察，就那甲伊抓起来。无想到这时阵，对方讲伊嘛是家己人，警察就那甲伊带登去派出所来查伊的身份，才查到讲原来是刑事局姓陈的警察人员。问话了后，已经甲依照毒品罪依法上班。社会事继续来关心和男朋友扯，床起哪会去伸到拳头皮？最近网络咧传这段影片，讲一个查某囡仔，敢若因为要恐吓已经扯男朋友，就那甲细只床起出来甲伊递入咧手头，实在是有够残。网友看到到底，大家拢紧张甲面啊绿色。动物协会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到当事者的厝内，甲这只鸟鼠救出来。这款可动鸟鼠的行为犯着动保法，相关的单位讲会依法来罚。你的那一只是哪一只？2只都有。2只都有。对。你怎么会做这个事？动保人员找上门，查某囡仔赶到2坑铁栏啊，内底2只鸟鼠，看起来平生生，一点活力嘛无。因为因互这个查某囡仔真出力订伫咧手内底。然后回家的时候，他说全部这2只给我养。代志就发生伫咧家己，进前一个查某囡仔因为甲查甫朋友来分手不服，就来虐待查甫朋友送的2只细只鸟鼠，搁将过程上网络来直播。有网友感觉这个查某囡仔根本唔捌尊重性命，嘛有人烦恼这2只细只鸟鼠会受伤。我原本拿回来的时候，他眼睛原本就这样。网友实在是看袂落去啊！通知动物协会去咧救，互人问到鸟鼠的目睭是安那无正常，查某囡仔讲原本就是安尼，讲完搁伫边仔录影，行为是真奇怪。目前我们刚刚已经送医哈，那经过医师检视，目前并无大碍。只是就是一只眼睛突出，那可能没有办法改善。这2只鸟鼠虽然讲是进前的查甫朋友送的礼物，分手了后所摕来出气，故意虐待动物的行为，经触犯动保法，查某囡仔就要为家己的一时冲动来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需要付出代价，社会的纠纷来看到人咧讲食饭皇帝大，所有民众投诉讲因兜一口罩8个人开28万队团来到日本的大阪旅游，结果一寡行程像讲出名基北湖，也有比瑞山风景所在，拢是直接取消。导游叫因就爱家己伫咧市区踅街，含食饭的时间嘛无量出来。其中就有队团的人讲伊敢若食菜尔尔，煞无物件会当食，拢感觉食袂饱。消费者真无欢喜起配面，导游伫咧执法时间人嘛无来，引起导因的行程袂输敢若是伫咧赶拍火共款。经过协调了后，旅行社决定要退一寡车钱，另外还有5天导游的小费支付，一个人拢总退3250块。今日去大个房间，真细间，连2卡行李箱拢摕袂开，民众将带团的无欢喜拢总翕落来。小小的素食便当盒内底是投诉的民众一家人来到日本的头一顿，但民众控诉因内底有人食菜，但是便当内底煞有虾仔，佮有蛤蟆、炒的甲素的拢无分开。另外一天的暗顿，来到串烧店用餐，4个人一鼎，煞只有豆菜甲高丽菜，也佮有无铺碗肉片的烘鼎，所有的物件拢袂当搁再加。民众无欢喜讲，根本就食袂饱。投诉的民众指控，因一家口8个人，一个人开35900块，带团来到大阪旅游，头一天的行程，望风车广场来取消。第2天食完中昼了后，干那踅一间美术馆，转去到京都的市区，导游煞讲无行程啊，将
伊爸学坐船、缆车，也有庙的行程，拢总来台调，爱因家己去设计。第3天原定一卡的时间是日本早起9点，但导游煞走去加油，慢40分才来接人。佮解说讲是因为日本的加油站9点才开，互民众去甲传消息互旅行社，同时业者听取导游将伊5天的小费拢扣掉，加上部分的车钱，最后一个人退3250块。可亏的业者，你把这个行程改的话，那业者这边必须要说明这样子的差价是多少钱。如果减少的话，要给消费者2倍。那如果说业者不去说明的话呢，计算就是用全部旅游费用的5%以上来计算。对这件代志，旅行社讲，规件事件已经进入处理流程，会按善意赔付条件来进行，真正是感觉足歹势。只是旅游纠纷一直拢有，消保官建议民众带团上好爱将当初签的契约留落来做证据，发生争议的时阵才会当申请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价值600万的玛莎拉蒂车锁匙，互人偷摕去，车主烦恼甲目屎哪滴。查甫人摕手机为餐厅行出去讲电话，刷落正凭这个伫食饭的人客向边仔看，落尾手伸出去，甲放伫桌顶的玛莎拉蒂跑车的锁匙摕去。车主电话讲完，转来看到锁匙无去啊，规个硬去。像讲你共款驶这个车，你会烦恼你的锁匙放去？当一个啊，迄可能爱去原厂。啊，步起来一关去到原厂迄边才可能，迄可能时间真久才摕到。这下真正麻烦啊！若锁匙爱停拍，佮爱烦恼车的风头砍去。迄当阵，这个姓陈的车主驶一台价值600万的玛莎拉蒂去宜兰一间便当店食饭，甲锁匙放伫桌顶，出去讲一个电话转来，锁匙就互人摕去。落尾车主因为烦恼车的风头砍去，踮伫厝的3天就为着告伊的车，伊毋若报警，嘛伫网络铺文，请大家斗3共吹，就有网友滚声笑讲。要捡到跑车的锁匙，嘛爱看缘分，引起讨论。该名男子骑着脚踏车在宜兰市区闲晃，本所持续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中。警方讲，因会继续追查到底是啥人把车的锁匙摕去的，因为停拍一支锁匙就要开5万块，所以车主嘛希望摕去的人会当赶紧行医。若是厝内歹过，嘛愿意包红包甲细多些，希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昨是头一场的政见发表会，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有上新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他呢用这个健康大数据，我们可以，所以当初郑安理就我要求他做一个高速运算来算这个我们的细胞啦，算这个各种的这个 DNA。所以我们才有了跟台大合作的，有个教授叫什么名字？他是得到 HP 洪教授得到的高速运算中心的一个在健康医疗上面的治疗是一个权威，也得到一个很多的这个奖项。那我们郑安理院长现在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华人尤其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这个临床实验，他也得到很多的荣誉，所以今天呢很高兴呢，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揭牌典礼，也是等于说正式这个运作的我们耕耘了12年的这个永贞健康癌医大楼呢就正式在开幕希望呢能够替台湾的社会，替我们所有的癌医的病患，甚至健康的人，提供了这个对癌症呢不要是一个惧怕，而且是一个将来可以克服的一个公关的一件问题。好，那么大家有什么要问的题目都跟今天的有关，好不好？谢谢。管校长打给你，他说些什么事情，让你从原本不管他，然后变成后来现在是？我从没有说不管他，我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本来在李校长的时候是捐了150亿，后来这个杨半池校长这个我又增加到200亿，那么后来管校长上台，他来找我谈。后来我又捐了50亿，整个预算是250亿，那这后面追加就是有很多的，就是那个直指中心还有很多的技术研发。医院不是只有一个硬体的设备，我们的那个因为杨半池的这个杨校长，现在呢很高兴呢，我们聘请他当我们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所以他主持很多的
生命科学的研究，那再加上这个所以整个是在李校长是150亿，到杨校长是200亿，那么到管校长呢，我就增加到250亿，所以后来有一天管校长打电话给我，我想是不是钱不够了？我说不是，他这一次希望能够把这个名字让我同意这个他建议用我母亲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真蛮贴切的，所以我就好答应他。那今天呢，也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感谢媒体呢来给我们这个真实的报道我想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感受是，虽然10几年来，可是我都是真诚来做一件事情，希望这件事情不是它不是一个让我自己沽名钓誉的一件事，而是让台湾所有得到癌症的病患，甚至于癌症的家属，甚至于所有我们健康这个同胞的一个平台跟一个最大的支柱。当初有邀请柯市长，他好像不敢来。是有邀请，他临时有事没有来那么当初邀请他来，就是想要跟他抱怨，就是希望市府在对这个行政效率上面这个能够更加的关注。我相信没有关系的，以他跟台大医学院的关系，我想他一定会鼎力的相助真就是说他不是不敢来，我说你们不要报道把这当为标题，他真的有事没有来昨天晚上到很晚才告诉我说这个很高兴他能够，希望台北市政府支持我们这个医院能够顺利的运作因为行政权在市长手里，那他也懂医疗谢谢。还有什么？您昨天有关心参加环岛吗？为什么会参加青岛环岛？我今天政治问题就不回答。有关心那个总统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吗？有没有关心一下3位候选人的表现怎么样？我想今天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就失焦了，也许明天后天再回答。那昨天针对失智症协会的那笔1200万的捐款，我们现在的那个进度怎么样？等一下我讲过这个你应该。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今嘛上新的讲法。是揭牌，相信可以带动更多的文化产业的创新的能量，还有整体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在这一波的跨领域的虚实整合的影音视听发展当中，我们相信好的音响创造出来的优质的音场，真的可以让人身临其境，也绝对是让整个视听响宴可以更上一层楼的重要的关键。那么产业的升级会不断的突破，科技的应用也会不断的创新。但我想，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艺术的内容，好的音乐一定能让我们感动，而且历久弥新。所以我要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看展，一起来体验音乐带来的感动，也让我们用最用心的主办单位以及所有参与的业者，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最大的鼓励，好不好？谢谢大家。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流感疫情，小连续3礼拜拢真严重。顶礼拜类流感挂急诊，予医生看的人次已经超过9万人次，比前一礼拜提悬21.2%。其中北部也有中部增加上介济。疾管署预估讲上近1礼拜就是流感大团的时间，比本来按算的时间提早2礼拜。因为流感真够话人，刚刚顶礼拜就有9间学校学生囡仔做伙为着案件。看到厝内宝贝一直咧扫，阁烧袂停。平常时一透早，家长嘛带着囡仔来看医生。天气变化较大，流感疫情开始流行。疾管署观察，已经连续3个礼拜来起悬。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的人就超过9万个，比起前一个礼拜上升21.2%。以北部甲中部升了上紧。目前快筛是以 A 型为主了，A 跟 B 大概4:1左右。今年国外的数据看起来，不管流行哪一型，
都蛮严重的。刷落来流行多一种病毒，目前还阁真歹讲。以急症类流感就诊的病例百分比来看，顶礼拜已经来到11.1%，已经真接近大流行的11.5%。顶礼拜并发重症的病例嘛已经增加到45例，主要是感染 A 型 H1N1 上济。疾管署预估，上紧会伫这个礼拜就进入流感的流行期。进一步分析发现，顶礼拜流感的族群有18件，其中校校就占9件，但对比校校注疫苗的情形，已经完成66%，其中国小已经来到87%。是安那接种率这么高，阁会有这么多族群感染的代志发生？25%的学生是没有这个打到疫苗的那主要是因为一些原因，像怕痛啊，或者是说对疫苗比较不具信心。注疫苗了后，保护力敢若会当达到60%到70%，所以毋是注完疫苗就袂得到流感。但是疾管署也是呼吁，尤其是65岁以上的聚会人，还有红婴仔，上好伫咧12月底进前就来完成注疫苗，减少并发重症的风险。伫咧旧历过年进前，疫情来到高峰的时阵，保护力才有够。记者综合报道。搁剩无一个月时间，伫要选举投票。最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身躯边的安全人员特别响棒，其中一个互人俄罗斯特勤吴彦祖，伊的名叫做林正宏。因为洗做真落，看起来那亲像是香港名车吴彦祖同款，已经有一寡卖将。另外，佫有几落个人嘛讲含大名车真做真相像，像讲有人洗做真相艺人黄敬天，还佫有林佑伟，这少年又佫出球的特勤人员，因的骹手真美。进前韩国瑜参加造势活动。台顶有人伫咧下机啊，险险啊去回到韩国瑜，身躯边一个安全人员赶紧打进前，把机啊抽掉咧，韩国瑜才无受伤。这安全人员都爱不管时保护候选人，佫爱目色真好，都爱注意到现场的情形，会当讲真无简单。目睭爱看四面，耳仔爱真利。造势场合顶悬，维安特勤将韩国瑜围调咧，确保伊的安全。身边的这个最近真夯，红叫做是特勤的吴彦祖，34岁林正宏，身高180公分，是保六总队第一警官队，2线1青，外表是真缘投。甲香港的明星吴彦祖是真相像，行到倒位拢是镁光灯的焦点，后袂少的查某囡仔对伊真美。爸爸，市长小宝宝，我们可以为高雄举债实在太多了，才会去选总统。机会难得，甲特勤吴彦祖同一个画面。高雄市议员区议员伫咧韩国瑜接受访问的时阵，一直指挥助理赶紧来替伊翕相。议员佫点出满意的笑容，有名侧面的佫有这几个人，同款对着韩国瑜28岁老警员，国防大学管院102年班，目头角角的气质，甲艺人阮经天真相像。那另外一位叫做施家明，保六总队第一警官队，生对真斯文，互人叫做是特勤的林佑伟。谢谢啊，还有梅明轩。这个叫做吴彦祖。韩国瑜身躯边的天三个缘投兄，执行勤务的时阵，表情拢是保持严肃，不管什么场合拢同款，展示超级专业的态度。授旗典礼，机啊一个差一点讲到韩国瑜边仔的王文杰，一个骹步向前，骹手马侧将机啊摕咧，避免伤到韩国瑜。那韩国瑜蔡总统的维安团队嘛，同款随时保持警戒。国道收回自救会成员冲起咧，甲总统咧肃静，佮按总统来蹬衫，敢若差1公尺就讲到，特勤随就将伊挡落来，而且将这个查某人带离开现场。选战已经来到最后的阶段，这特勤人员虽然好看的面貌啊受到注意，但保护候选人的安全，神经病案注意状况，心内压力嘛是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或者心情要来看到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模仿的电脑图已经正式公开。今年烟火主题是希望之光台湾，日咧铁皮电火电脑图。这一届用台湾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有山鸟麻、台湾乌熊，也佫有天鸡来起鼓。这一届主题秒数拢总300秒，烟火拢总16000外发。也毋过今年是头一届，咱台湾团队家己研发的新技术。
灿烂的烟火从暗时照甲光光刷落来，铁皮动画顶悬，阁有真古锥的石虎来你甲你拍招呼。烟火熄水一换，出现一只希望的船，代表载着梦想，要带你行过希望、自然、真情甲未来四大篇的旅程。最后会用2020过台湾来做结束。2020台北101跨年烟火秀，主题希望之光台湾30秒模拟的动画正式来曝光。因为我们有8斗嘛，所以在每个斗的那边去释放出来，所以它有层次。然后层次，它那个烟火出来的时候，它其实你就会看到它会有3种颜色。虽然2020台北101跨年烟火秀主秀300秒，烟火16000发，甲去年完全相同，但这一回采用台湾的团队家己研究的新技术来看烟火动画，敢若是单讲烟火内底竟然会当变出2款的烟火，阁会当出现3种无同的色水，实在是真醒目。若铁皮灯笼动画会用古锥的保育类动物来拍头阵。铁皮艺术里头，除了传达台湾很多观光的讯息之外，那我们也传达台湾的自然之美。除了动画顶悬的石虎，也阁有乌熊、乌雉鸡、烈海龟、乌面腊杯、分班鸡啊，这嘛拢会来现身。台北101伫咧跨年迄一天，阁会有一个动画大彩蛋。新技术配上升级版的铁皮灯笼，要互每一年国内国外拢真注意的台北101跨年烟火，阁再来创更较悬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港管嘛是真精彩，前一届嘉义国际管乐节20特别上场，这一届邀请6个国家拢总11个团队来表演。今年活动更加无同，有彩歌嘉年华，也有80多场音乐表演。其中为日本来的室内音乐会门票老早都已经卖了，刷来耶诞节也有新正年特别来啊！今年嘉义市政府要用音乐会陪伴大家来过好年。嘉义国际管乐节总办记者会，活动请到摕到全国音乐比赛第1名的博爱国校登台表演。今仔的动作真济，大家表现拢足专业的。为着让嘉义行起的国际，市政府今年搁一届办国际管乐节，邀请6个国家拢总在座的团队来台湾表演。其中日本室内音乐会票才开始卖无偌久尔就红烧完。我们一定要让嘉义市被大家看到，不能被遗忘。欢迎每一个人来到嘉义，共襄盛举这一个管乐团。今年的活动唔但国际化，阁真多元，拢总有50组国内外的乐团会出现伫拜6要办的彩歌嘉年华顶的，阁有80几场的音乐表演，为12月20起鼓，一路办到明年的1月初1。圣诞节甲新正年拢要到啊！嘉义县政府要用音乐来陪伴民众做花过节。记者综合报道。上次的现场特别来关心2020年台北跨年晚会特别来啊！台北市交通局公布主舞台4区位啊交通管制办法，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陆英玉来带咱了解。英玉。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每年台北市跨年活动的重头戏，除了在市府广场前的晚会之外，就是台北101的烟火秀了。但就怕短时间内呢，在这个信义区顿时涌进大量的人潮以及车潮，因此北市交通局呢是在稍早公布了跨年的交通管制。我们先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那在舞台的拆搭结束之后，就是在活动当日。活动当日的话，我们会有3阶段的交管。那大概跟以往一样，就是会分3阶段来管制。第一个阶段会从31号晚上7点开始，在绿色的范围，就是忠孝东路、松仁路、信义路到逸仙路这个部分呢，车辆只出不进。那第2个阶段会从晚上8点开始，维持忠孝东路、松仁路跟信义路，那往西边会扩到光复南路，这时候车辆就禁止进出了。第3阶段会从31号晚上的10点，一直到1月1号的凌晨3点，那整个管制范围会扩大到忠孝东路5段236巷、松德路、松仁路、庄敬路还有光复南路。这个阶段一样，所有的车辆是禁止进出的。
除了3阶段的车辆交通管制之外，在人潮多的市府转运站，交通局也表示呢，将会进行人潮的管制。7点半之后呢，就会禁止人潮来进出。另外，车辆呢在7点半前则会完成最后的疏运。而主要的这个捷运呢，在这个台北捷运以及桃园捷运的部分也会进行从这个12月31号的6点一直到1月1号的凌晨42小时不收班呢，来进行这个疏运，希望能将这个跨年人潮呢，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疏散。以上是我们在台北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先把现场交还棚内。多谢英业，赶紧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变化。东北季风变较透，影响到今仔日北部、东半部地区又搁湿又搁凉冷，提醒大家出门在外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气象局预告讲，东北季风会看慢水汽，特别是东半部今仔日可能有一寡所在会落大雨。那温度的部分，下暗到明仔载透早，预告就是这波冷空气影响上界明显的时间。中部以北低温落到差不多15度、16度这卡兜，出门爱会记得穿外。另外，东北季风到拜六会小可较减弱，也毋过干那一天尔。礼拜日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又搁落南，中部以北的低温可能会落到剩14度。同款嘛是拄则收到的画面，来关心台南永康一个查甫人伫咧做事的时，无细力甲手指头切断，引起到老血流滴。伊的朋友真着急，赶紧拜托警察斗开路。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带来了解。欢迎。好，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把车停在路边，急忙地冲向警局寻求帮忙。原来是他的同事工作时不慎切断手指，导致鲜血直流。事情就发生在台南永康区，李姓男子因为操作机器不慎，手指头不小心被切断。他因为疼痛整路不断的哀嚎。员警获报后就怕是送医过程遇到交通堵塞，耽误黄金治疗时间，因此赶紧驾驶巡逻车，并且开启警报器协助开道。他们一路护送男子到永康的奇美医院来急救。抵达后，男子也赶紧忍痛慢慢的走向急诊室。但原本4点多公里要15分钟的路程，这次因为警方的帮忙，不到7分钟就顺利抵达。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继续来看到日本出名建筑师黑川纪章的代表作品《银鸡毛羹塔》。伫咧建造外形真特别，是140卡单独的鸡毛羹房间搭起来，这个房间拢会当拆落来了后，搁再订到，袂互相影响。不过因为长时间无修理，热水器拢歹去，若是继续安尼落去，可能就会拆掉。So where's a nice part of town? Another 8 blocks that way. Good. We're staying here. 伫电影《金刚狼》武术之战内底，金刚狼决定要来住的东京旅馆，就是中银这栋大楼。伫咧营造外观真机铁，看起来亲像是一座塔做伙插角，请真侪观光客慕名来。ここにカプセルの下を引っ掛けるところがあって、上をボルト右2本、左2本の4本で止めてるだけです。全部実は宙に浮いてるんですよ。中银这座大楼伫咧1972年完工，是日本建筑大师河川纪章的代表作品。有2栋大楼，总共有140间房间，每一间3平大，内底拢有基本的电器，甲小小的浴室，看起来就亲像是住伫咧太空舱。河川主张建筑会当代谢，随着时间甲环境的变化，都要对咧改变，所以每一个房间拢是独立的，会当拆落来定做。内部若翻修改装，拢袂影响规栋建筑。一応この中に風呂が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温水が出ないんで。中银这栋大楼真久无整修啊，烧水系统故障，建商嘛无打算要来修理，所以住的人减少真济。目前敢若剩20间有人住，阁有20间互人用来做办公室。目前也阁伫咧 Airbnb。顶院开放来出租，互外国的旅客嘛会当来住。やっぱりその今のこの建物の問題点を解決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カプセルの交換するしかその全てを解決する方法ってないのかなと。迎接东京奥运，东京一直咧镀金，中银这栋大楼嘛有可能会来拆掉，也是翻修。想要亲目睭看这栋有名建筑的人，就要把握时机。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带大家关心天气一个反凉，一寡人爱食烧火锅的火锅，也毋过高血压的患者都要特别注意，火锅一个食伤济，可能病例会增加差不多3成。咱这个问题真正有才调啦！啊，共一个爸母生，啊人落啊多，伊交了一个有钱的千金小姐。无啊，
啊，你即摆是阮摊讲，你找了我这个三只人的查某囝是？无啦，我来看我赚啦。查甫人啉烧酒，查某人敢来介绍哦。恁爸就互伊遐看着了。你不要！这样头家固定拜拜物件。爸，我你落来迄支嘴油咧，佮讲无？12月23暗时9点，请收看咱台视鼓励。两代歌单落差大，抢麦竟意外挑起战火。直接9就出来。加油！韩燕明姐，伟大的渺小，谁是我想要最渺小的我？记得记得。小心！流氓！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两边的歌的这个年纪真的很明显呢，歌比较有资历感一点。鲁冰花多新啊！才是在世界。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酸。照字典的解说，酸是一款的金光石，或者是一款的钢玉，用来修理灰啊。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酸石，这就是一款真正的矿石，会当用来挂玻璃，真青笑，真显目。啊，是较水、较贵重的靠价值的，会当挂伫咧身躯。第二个词就是酸笔，这是用酸石来做刀尖，用来挂玻璃的cases。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这间珠宝店钓贼头，贼仔用酸笔甲玻璃挂开，偷摕酸石，人就走去。即马警察当咧抓人。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酸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天气一个反凉，一寡人爱食烧火锅的火锅，岛民众因为天气寒，食火锅食一个伤过重咸，嘛伤过油，较欠运动，引起到血压欠悬。医生解释讲，最近因为血压欠悬，来互医生看的比例加差不多3成，嘛建议民众食火锅一定爱有准则，拄好就好。另外有3个患者都爱固定时间量血压，假使若是无照时间食药，有无爽快的情形，都爱赶紧互医生看，安尼才袂去延前。大骨汤甲倒入去，搁来掺菜西肉片这的配料，这道烧烫烫的火锅是真侪人寒天上爱食的。不过，煞有袂少人因安尼天气冷食火锅，安尼嘛，互病院出现真侪这个因为血压悬去互医生看的案例。寒流的来袭，所以我们心脏科、高血压、三高的病患，实际上是有增加的趋势。那比例上来讲，大概有增加了大概3成左右的病患。其实天气若较冷，咱人的血管会缩较晏，安尼血压就较会称悬。含天气冷，大家咧食火锅的时阵，就爱啉烧汤，安尼食入去的油甲盐嘛会伤济。若食饱了后，就判断叮当欠运动，安尼就会造成这个血糖会一直逼悬起来。医生就建议讲，食火锅除了爱甲食的量甲质哦好势，上好嘛会当较莫去啉这个火锅汤。火锅的汤底或者是姜母鸭的汤底，尽量是避免食用，因为大部分的盐类都是留在这些汤汤水水里面。其实食火锅有可能去影响到3高的患者，因为血压欠悬，致使有人会头壳晕、头壳痛，也是讲胸坎扎扎。嘛有人因为这个食了都感觉讲无安怎，所以因为这个血压欠悬来造成血管憋气。除了每天定期要量血压、血糖之外呢，如果有发生胸闷不适的症状，或者是头晕不舒服的症状，还是要尽早的到医院来就医。医师嘛建议讲，若是有3高的患者，都要定时去量血压，嘛要照时间来食药啊。人若是有感觉无爽快，都要紧去予医生看，千万唔通去听一寡这个偏方，安尼才袂去延迟到治疗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后，手路菜要带大家看到台北的南门市啊，今年为着要过年嘛，推出一寡新的菜色要来拼胜利。咱这个文具真正有才调啦！共一个爸母生，人落我肚，伊交了一个有钱的千金小姐。无啊，你即摆是阮摊讲，你找了我这个三只人的查某囝是？无啦，我来看我赚啦。查甫人啉烧酒，查某人敢来介绍哦。恁爸就互伊遐看着了。你不要！这样头家固定拜拜物件。爸，我你落来迄支嘴油咧，佮讲无？12月23暗时9点，请收看咱台视鼓励。两代歌单落差大，抢麦竟意外挑起战火。直接9就出来。加油！韩燕明姐，伟大的渺小，谁是我想要最渺小的我？记得记得。小心！流氓！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两边的歌的这个年纪真的很明显哎，歌比较有资历感一点。鲁冰花多新啊！还是3点，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台北南门市仔，今年是头一届，刷来去中价市仔，特别过新正年，有一寡摊贩反映讲，普通时业绩和往年比起来，落差不多1、2成。即嘛，有一寡摊贩步数真短，特别来推出全新的菜色，要来拼生意，嘛希望唔拿老主顾客，也可以当招一寡新的人客来采购。像讲，有摊贩撒桂花蜜蚵仔，就是利用大家蚵仔桂花清芳，一个吃入去嘴内，就感觉有洋气的感觉。另外，还有当钓时，每年是7年，就有这个7支包，就是鸟鼠的尾溜来夹红枣，代表讲甲金银财宝拢夹条条。用黑色的画上我们的胡须，红色的呢画上我们的尾巴。用毛笔来甲画这个尾甲喙鬚，这个真古锥的尖刺，就按随画出来。为着要来迎接2020年的7年，台北南门市场的老摆摊合兴糕仔店，杀出这个应景的尖刺包。甲看这个鸟鼠尾，佫会夹红枣，安尼就是强调尖刺会加钱来。原来伊的内餡是豆沙，这食着是有甜气，佫袂味，要互你伫个新年食甜甜，福气会添添。原来这个新的甜点年菜，还佫有一中五方的桂花蜜蚵仔。很麻烦，它泥巴里面的东西要切，然后还要慢慢的炖，所以说它费的时间很多，最少要2个钟头。这个大甲蚵仔干带桂花的香气，甲吹甲安尼松软啊松软，互人客食入嘴都化气。这个伫卖南北10岁出名的南门市场，迁徙到这个中价市场了后，就要来迎接第一个农历的过年。不过有摊商咧反映讲，因的业绩比较早落1、2成落来，所以安尼嘛，互真侪摊商要来甲拼年菜，亲像这间叶香斋，就来杀出这款真高工的生肚青。上汤的话，就要熬煮20几个小时，用那个熬煮出来那个纯白、纯浓浓的那个味道。这个牛奶色的汤头看着敢若清正，搁内底是用这个上好的配料来斗打干贝、猪脚筋和家乡的肉，这个澎湃配料安尼落去慢慢甲熬出这个新菜色，希望有新气象。因为这是南门市场头一摆伫个中价市场来过农历的年，就希望讲买去会当较旺咧，和当年同款安尼抢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长滚的，也有珍珠牛奶粉年，今年伫日本会当讲真抢赢。2019年伫要过啊，即嘛有一款甜点心伫咧饮料界慢慢有名声，因为应用的原料是介绍袂讲介贵的果子金蕉。最近金蕉来做饮料，也有做甜点心，日本消费者特别爱食。日本大部分的金蕉拢是由咱台湾进口到日本，即嘛金蕉敢会当大时行，大家拢等咧看。中に入った瞬間、バナナの甘いいい香りが。珍珠奶茶伫日本足清的，不过最近行伫日本的街仔路会当看到金蕉饮料专卖店嘛愈来愈多啊。东京市区这间饮料业者为着保留金蕉本来的香甲甜，坚持拢袂加糖，用上清的金蕉来拍口感精美的饮料。バナナなので黒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と保存料や香料など一切入ってないので賞味期限20分です。日本市面的金蕉有99.9%拢是进口的，大部分拢是台湾的。和日本国产的金蕉变价真珍贵，有业者就撒国产金蕉飲料出来請人客。こちらからですね、鹿児島の神バナナ、非常に甘みがあるものですね。真ん中にあるのがこちらが千葉県成田産の奇跡のバナナです。中机关去年10月杀前的爱800块日本钱，超代票2的高级金蕉出来。有业者讲，日本生产的金蕉无喷农药，含皮买当做回家。シャキシャキしてますね。もっと青臭いと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全然青臭さないですね。金蕉内底加这种矿物质真多，会当互人力头更较饱，更有困袂力。运动员拢真爱食，另外对降血也有帮助。那营养即马佫有更较悬的商业价值，金蕉敢会当伫每年称甲掠袂掉嘛，互人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这文具真正有才调啦！共一个爸母生，人落我度，伊交了一个有钱的千金小姐。无啊！你即摆是冤摊公，你找来我这个3只人的查某囝是？无啦，我哪看我赚啦？查某人饮烧酒，查某哪敢来假笑哦？恁爸就互伊害看着了。你不要！这样好
头食固定拜拜物件。我你落来迄支喙油咧，佮讲无？12月23暗时9点，请收看咱台视鼓励。两代歌单落差大，抢麦竟意外挑起战果。直接叫就出来！加油！海燕明姐，伟大的渺小，谁是我想要最渺小的我？记得记得，小心！他是流氓！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两边的歌的这个年纪真的很明显呢，歌比较有资历感一点。鲁冰花多心啊！快下载17App，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他不是说会支持我吗？他现在说我立场偏颇，他们到底怎么啦？你们去找侦局帮忙吗？对啊，他们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谁让你们这么做了？找到任何线索，马上跟我回报。你跟腾盛银行的新总裁讲了些什么？听说腾盛在新加坡的招待所发生了命案。谁叫你问这一题的？我儿子被绑架了。悠悠，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孝节义》。咱这文琪哦，真正有才调啦！啊，共一个爸母生，啊，人落法度，伊交了一个有钱的千金小姐。无啊，啊，你即摆是冤摊讲，你找来我这个3只人的查某囝是？无啦，我来看我谈啦。查甫人饮烧酒，查某人敢来假笑吼，恁爸就互伊遐快点咯。你不要！这样头食固定拜拜物件。我你落来迄支喙油咧，佮讲无？12月23暗时9点，请收看咱台视鼓励。两代歌单落差大，抢麦竟意外挑起战果。直接叫就出来！加油！海燕明姐，伟大的渺小，谁是我想要最渺小的我？记得
得进。小心！流氓！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两边的歌的这个年纪真的很明显呢，歌比较有资历感一点。鲁冰花多心啊！还是在世界。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他不是说会支持我吗？他现在说我立场偏颇，他们到底怎么啦？你们去找针灸帮忙吗？对啊，他们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吗？谁让你们这么做了？找到任何线索，马上跟我回报。你跟腾盛银行的新总裁讲了些什么？听说腾盛在新加坡的招待所发生了命案。谁叫你问这一题的？我儿子被绑架了。悠悠，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选举看台视。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电影《星际大战：天行者的崛起》，伫咧英国伦敦办首映会，真侪星战迷将打扮做内底经典的角色来到现场来拉气氛。新闻上尾朝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咱这文具哦，真正有才调啦。啊，共一个爸母生。